来看两波立委的罢免案已经收煞，总统赖清德伫顶礼拜六宣布要调整内阁。外界本地预测讲，今仔就会公布新内阁的名单。也毋过，行政院长杜英台是表示讲，昨才开始进行，会拼讲即礼拜内来完成。望讲国人甲国会会当支持新的内阁。两波罢免案结束了后，总统赖清德正式宣布调整内阁队形。原本国会有725会公布新顾问名单，不过行政院长杜英台证实会延后公布，并伫即礼拜来完成。所有正式的内阁人事的调整都是从昨天才开始的，那前面都是在做一些预备的工作而已。所以我不可能今天有确定的人选，希望能够在本周稍晚能够向国人提出一个报告。那么也希望这个新的内阁的组成能够得到国人及国会的支持。杜英台指出，除了已经请示的部会首长之外，也当咧思考甲定选部分新顾问，希望会当为内阁注入心血。也传出改组延后原因是为副部长柯泰源顶日从约见了后，到他拒绝发出请示批。有想要求见赖总统？谢谢大家的关心。那辞职信会发吗？谢谢大家的关心，谢谢。部长的这一个努力哈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很多政务官跟着赖总统来，我们是要来做大事，不是要来做大官。并且可能接任后执政部长的团文副长吕建德也替柯泰源讲话，保证内定转任经济部长的江明鑫同款真低调。然后接掌经济部长的消息嘛，已经获得真实的吗？像这样子的一个傲慢，还有这样子一个藐视国会的阁员，你说他到经济部之后会比郭志辉好吗？我并不觉得。内阁的调整，我们还是希望赖清德总统要真正的拿出诚意来。我鼓励卓荣泰院长大破大立进行内阁改组，然后给社会一新的气象，不需要把每个会期都要进行的正常的事情无限上纲到逼宫，然后总召的事情。另外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部高思瑶、陈培福等人，前几日也是连续宣布请辞。对于总调瓜革命表示会慰留，高思瑶讲，唔敢接挂总调的电话，坚持会写进其他党团后一个会期会有新的气象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